由香港柏金純正基金製作嘅柏友之聲，每一集都會邀請唔同範疇嘅學者專家，用閒談嘅形式同大家傾下講下柏金純正患者所關心嘅問題。大家好，歡迎收聽柏友之聲，我係節目主持 Ingrid 啊。今集分享嘅主題係言語治療。首先要多謝今日出席嘅嘉賓，包括柏友余世昌先生同言語治療師關陳立穎博士嚟到同我哋分享有關言語障礙嘅困難同言語治療嘅經歷。Hello，世昌、關博士，你哋好。你好啊，早晨啊，你好。世昌啊，我知道言語障礙咧喺早期未必咁容易察覺到嘅喎，你係點樣發現自己有言語障礙㗎？我發覺自己講嘢咧就亂，同埋咧講嘢唔清楚，細聲，嗰個音咧就開始沙啞，即係好沉啊，即係個 pitch 好低啊，咁就開始覺得即係同人哋傾偈啊，溝通有困難，對方咧表示聽唔清楚我講嘢，呢個未必呢個重複啦咁樣啦吓，咁就我喺呢個係一個問題啦，咁我開始正視呢個叫言語治療障礙啦吓。咁過程就係、當我開始嘅時間咧，就即係試下大聲講嘢啦吓，即係咧，譬如話係誇張咁大聲啊，因為我平時講嘢，我唔係咁即係冇誇張噶嘛，即係大聲誇張，同埋咧加啲高低音啊咁樣啦，有啲人用錯啦吓，所以等聽嗰個喺度聽得好啲啦，容易啲聽啦。因為再講就盡量係因為嗰啲詞語啊慢慢講啦，一句兩句三句咁樣啦吓。啊，原來係咁。咁當你發現咗自己有言語障礙之後咧，點樣知道原來係有適當嘅言語治療幫到你嘅咧？不如都同我哋分享一下你接受言語治療呢一個嘅過程啊，當中有冇遇到啲特別難忘嘅地方咧？我就唔覺意喺啲婦科會嘅雜誌度咧見到有呢個有聲有色嘅訓練，係關於對方向病人嗰個言語支援嘅。我就試下聯絡阿嘉博士啦，咁就佢收我開始接受治療啦嚇。咁就喺海學生就幫我做呢個做導師咁幫我點樣去講嘢啦嚇。咁就有幾堂嘅。咁其實好處就係我可以喺網上咁樣即係 Zoom 咁樣就去上，方便好多，就唔使成日要出街同埋咁樣啦。另外最難忘嘅就係話咧，我喺一次咧就放假，咁就我去日本，點解就唔得上嚟講就要請假，但係咧都好，我試下日本啦，日本啲啲進路都 OK 過，咁就試下喺日本旅行嘅時間就 Zoom，我咧就用個iPad 咁樣 Zoom 啦，好正，即係嗰種感覺就係好，即係我就算我去邊度都可以仍然繼續翻我嗰個嘅學習啦，唔會因為咩事，即係 stop 啊，中斷咗咁樣啦。即係最難忘咧就係哇，去旅行都可以繼續接受言語治療咧，真係科技幫到你哋好多啊！即使你去到日本旅行，都能夠持續接受言語治療。不如細昌都分享埋喺過程裏邊，你有冇遇到啲咩困難，而你又點樣去解決咧？困難就一定有㗎啦。最大困難就係喺嗰段時間咧，因為我即係譬如話有時我講嘢，當我心急嘅時候咧，就會亂，對唔清楚。咁我一定要即係話俾你聽，我哋慢慢講，有萬拖萬寧願唔出聲，好過講出嚟人哋聽唔到咁咯。咁同埋就講嘢時間咧就尤其係即係用自己個感情咧，就唔好刻意咁讀書，即係讀書讀稿咁樣就唔好掂啦。我練下啲即係練下啲音啊，朝頭早就即係嗌下誒誒咁咁即係咁嗌下啦，咁樣盡量嗌長啲咁樣係有幫助嘅。
啱啱聽完細昌嘅分享，就知道咧，只要我哋堅持續接受言語治療嘅話，就可以有所改善嘅啦。喺度我都想問下關博士啊，如果拍友發現自己開始有口齒不清嘅情況，係咪就代表佢哋需要接受言語治療呢？你會唔會有一啲建議俾到佢哋啊？我咧就聽到頭先余先生咧都有表達過啦，佢就除咗口齒不清之外咧，咁咧佢仲有聲音沙啞啊、語調缺乏咗抑揚頓挫，同埋咧嗰個講説話嘅聲量咧就越嚟越低嘅。咁其實喺柏有新知第54期嘅第10版咧，有一個自我語言評估啦，可以提供俾柏友去了解下語言障礙究竟係乜嘢啦，同埋講説話去到乜嘢程度先至需要尋求言語治療師嘅協助咧。咁第一樣嘢咧，大家都可能會知道咧，除咗嗰個發音唔清楚之外，仲有聲音嘅改變啦。仲有陣時咧會覺得好口窒啦，其實係林林總總咁喺嗰個評估表入邊都羅列晒所有呢啲特徵，朋友可以睇翻呢個柏有新知第54期第10版嗰度睇下，可以幫自己咧做一個自我評估啊。多謝晒關太嘅建議啊！柏友，如果你懷疑自己有言語障礙，啱啱關博士提及嘅自我評估，你哋都可以試下做㗎，咁樣可以了解到自己嘅情況，然後再接受專業嘅診斷。好多謝細昌同關博士今日嘅分享，等聽眾可以了解更多言語障礙患者嘅情況同自我言語評估嘅方法。最後，如果聽眾想知道多啲本節目提及嘅內容，歡迎瀏覽香港柏金遜症基金嘅網站 www.hkpdf.org.hk 揾柏有新知電子版相關文章第51、53、54、56同57期，入面有更詳細嘅資料俾大家參考。今集柏有知識已經接近尾聲啦，約定大家下集再見，拜拜。本節目內容只作一般教育性及參考用途，香港柏金遜症基金唔會對任何錯誤或遺漏資料承擔責任。本節目資訊亦唔能夠代替合資格醫生及醫療保健專業人士嘅醫學建議、診斷或治療。如果你有任何健康上嘅問題或者疑慮，請立即同合資格嘅專業醫護人士聯繫。